国家人权博物馆举办2021人权艺术生活节，用这艺术表演来讲人权，要和民众用不同款的角度来认识人权议题。一个想活的人，却不知道自己是谁。这条歌是歌手巴奈改编囡仔的诗写成的歌曲，讲出对人权的愿望。巴奈唱出这条歌为2021人权艺术生活节开幕。七田真讲，其实这艺术创作拢是为人权开会发言。人权本来就是所有艺术创作的一个核心啦。它强调一种尊严，一种独特性。艺术大概就是从这一点出发，自由的表达。今年的人权艺术生活节由异端的回声做主题，纪念过去戒严时期受到限制的这声音。到今嘛现代社会，无同意见拢会使发声，用各种方式讲出家己的想法。我希望说，这种呈现的方式形态能够尽量的多元，除了传统的这种观演形式之外，有更多的参与式，或者是更自由的一种表现形态，可以让民众可以用各种方式可以参与。我们目前的国家人权馆当然比较基本上还是重视在政治人权方面，因为在景美这个地方。但是将来的我们国家的人权内涵会越来越多。七田真讲，这几年有发现以人权做主题的艺术创作是愈来愈多，举办人权艺术生活节，除了让民众认识人权议题，嘛希望会使吸引其他的艺术家以人权议题来创作，丰富未来人权艺术活动。记者郭冠良水新北报道。